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嚟呢間餐廳食飯。呢間餐廳個名勁特別，叫做靠父幹車仔麵。一齊入去啦！店員安排我喺呢個座位，望住街景，而牆上面仲有金句添，別和孩子生氣。一嚟睇下佢有啲咩嘢食。車仔麵梗係一圈圈圈啦，佢仲有啲特別嘅套餐，例如呢一款父親大人招牌套餐，冷熱同價，特飲加8蚊。仲有情比金堅2人套餐，兩個人食啱啱好。如果你係富二代，呢個餐啱你啦！富二代套餐，你唔係富二代，仲有一個富3代套餐。如果呢啲都唔啱你，仲有一個牛老大套餐。如果唔食牛嘅，仲有一個妹豬套餐。如果你係食素嘅，仲有一個添啊，超值套餐。唔想食咁多，仲有一個韭菜餃利巴巴套餐。另外呢度仲有5款飯可以揀。而佢仲有5大必食，仲有自家製豬油辣菜脯添，但係只收現金。頸渴嘅話，仲有水俾你斟。嚟啦，我會嘢飲到啦，就係個凍檸茶，落咗半個檸檬。好，麵都到啦，父親大人招牌套餐，咁啊入邊有牛腩、豬腸、豬手、雞翼，仲有豬扒添。店員再俾多個碗俾我放骨頭，上面仲有少少辣菜脯。仲有勁多葱添啊，超野味！不俾大家望下，真係超多餸啊！不陣斤都有餸，仲要款款都唔同添。再夾起個麵俾大家睇下，個麵都係原個，吸洗執落去，舐嚟，勁好味。張單就喺呢一度。今條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去食其他嘢。Goodbye。